出这把剑的人就是我的真心人。如果你一个筋斗云能翻出我的手掌心，我就让玉帝搬走，你去天宫里住。带他2人下去，下凡投胎。那等你忙完了，去清明湖找我。月光宝盒确实是臣偷的。只要你交出月光宝盒，朕可以小惩大戒，既往不咎。可是臣此时并不知道月光宝盒在哪里。什么？臣已经竭力寻找，但无奈一无所获，实在没有办法，才只身返回天庭。那怎么才能证明宝盒是丢了，而不是被你藏起来了呢？玉帝，就算是仙子真的弄丢了宝盒，这件事也很难服众。也罢，朕有个法子，有一个所在可以鉴别真心，嫦娥可敢一试？臣愿意。好，带嫦娥仙子前往清明湖，以验证仙子所言真假属实。是。你的朋友没有来哦。语气太3八了，胡主。难怪你要到我的清明湖来，你是想看他的真心吧？结果别人来这儿的勇气都没有。谁说他没勇气啊？他一定是有什么事儿耽误了。我这清明湖在仙界还是有些名望的，他不可能不知道。你就不要替他开脱了。不是我替他开脱，他一定不是胆小怕事的人。那好风景有的是，你干嘛非得带他来我这儿？哎，千万别跟我说游山玩水啊！他拔出了我的紫青宝剑，哎，可是我不知道他对我是不是。是。哇，这是个大命！哎，告诉我他是谁？他在哪儿？赶紧带他来！哎，我这清明湖绝对可以帮你见证他的真心。哎呀，你就别问了，他不是没来。那可能是我想多了吧。哇，太赞了！看这个架势，一定有猛料啊！来，哎呀，咱们来一块听听今天都有什么八卦。哎呦，嫦娥，这清明湖乃仙道之人度过最后劫难时流下的眼泪缔结而成，具有鉴别真心的能力。你可敢一试？敢。好，那开始吧。慢！启禀玉帝，偷取月光宝盒的人是我，请您不要再为难嫦娥仙子。天蓬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昨天、今天，我们不是都说好了吗？
仙子，仙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要干嘛？我听说你回来认罪，谁让你回来的？我不是让你躲一躲吗？观音大师已经知道此事，总要有人认罪的。再说，我们根本躲不过那么多天兵天将。可是你知道你认罪的后果是什么吗？我当然知道。总之，我已经认罪了。再说，我是真的不知道月光宝盒在哪，你不要管了。你听我说，这事没这么简单。一旦你入了清明湖，你一在紫青宝剑的心意就会被看穿，到时候祝仙家就会知道你犯心大动。天条你懂的，你会被贬下凡间的。该受的罚，我不会躲。既然已经动了凡心，自然不怕被人知道。多谢你，你自己好好保重吧。世事经过，正是如此。嫦娥仙子想要时光倒流，重酿仙酒，而我盗取了月光宝盒，却不料半路杀出个齐天大圣孙悟空，破坏了计划。齐天大圣孙悟空，难道他就是大圣啊？却不料，孙悟空正被三界通缉。月光宝盒的使用，引来了观音大师，大师缉拿我等。过程中，月光宝盒一失，臣句句属实，愿入这清明湖，以辨真心。天堂，在深山。玉帝，湖水虽然没有变色，但仍有污秽。天蓬元帅他似乎尚有隐瞒。天蓬，你为何要帮嫦娥偷盗月光宝盒？臣动了凡心，苦练嫦娥仙子。奈何仙子对臣不理不睬，臣为了俘获仙子芳心，才出此下策，甘愿受罚。玉帝，湖水清澈透底，元帅他再无隐瞒。这天庭之上，朕最不愿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事情。天蓬，我虽然同情你，但是天条就是天条。私动凡心，觊觎嫦娥仙子，偷盗月光宝盒，连续犯下大错，朕不得不罚。在深山。来人，
带天蓬下去，处以极刑。不，玉帝，这都是我的错，跟他没有关系的，你不能这么对他。动手吧！等一下，紫霞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青明湖主是我老朋友，春色正好，我来踏青，没想到看到如此不公的一面呢。不公？哈哈，此话怎讲？玉帝只问过不问公，谈什么公平啊？天蓬连续犯下大错，哪里来的功劳？那请问，如果月光宝盒落到孙悟空的手里，会怎么样呢？答案是，虽然天蓬偷了月光宝盒，但也极力保护宝盒，免得落入孙悟空的手里。阴差阳错，不也算做了一件好事吗？难道这不算公吗？即便依你所言，也不能功过相抵啊。当然不能，该罚还是要罚的。不过处以极刑，我看就有失公允了。你们怎么看？佛家以慈悲为怀，紫霞仙子常年侍奉如来佛祖，心中定存善意。臣觉得仙子的话也不无道理呀。也罢，天蓬，朕念你侍奉天庭多年，加之又曾舍命护宝盒，朕判你打入凡间，受轮回之苦。去吧。谢玉帝开恩。听说你要见我。多谢紫霞仙子救命之恩。哎呀，我只是说了该说的话，也没做什么。哎，你不要客气了，仙子呢心怀善念，不计前嫌，天蓬感激不尽。你呢可以不求回报，但是天蓬不能不报。听说你还在找那叫大圣的？你知道大圣？当然了，再怎么说，哎，我也做过神仙，哎，就是那天那个用他自己血救我的人，你跟他叫大圣。事实上，他就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啊！果然是他。要不是他闹天宫的时候喝多了得罪了天庭，他怎么能跑到凡间和你相遇啊？哎，你们遇见的时候，他还被三界通缉呢。算起来，如果当时我把他抓住，或者把关于他的消息通报给天庭，我现在不但不会被受罚，还要受赏呢。我猜，你应该不是他的对手吧？这倒也是啊。不过再怎么说呢，他也算救过我一命。这样呢，就能看出这个大圣啊，他不是他人口中所说的妖猴，也蛮有情有义的。如果有机会能让我再遇见他，我一定报他的救命之恩。那他现在在哪里？你知不知道？没关系，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是孙悟空，我已经满足了。就算寻遍三界，我也要找到他。照顾好自己，走了。因为仙子留步，怎么了？我还有个不情之请。明天呢，就是我要被贬下凡间的日子了，我想见见他。不试试吧？天蓬，此去凡间，
还望好自为之啊！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等等，罪臣天蓬向嫦娥仙子谢罪。臣不该贪恋仙子美貌，大动凡心，今日被贬下凡，实属罪有应得。只是此去凡间，路途遥远，不知何日才能与仙子再次相见。还请仙子保重仙体。你这样做，是想让我更内疚吗？如果仙子觉得心中对我有愧，天蓬斗胆，可否请仙子替我了却最后一桩心愿？你说，请仙子替我斩断情丝，使我免受人世间的情爱之苦。斩断情丝，你就再也动不了情了，那不是比现在还痛苦吗？你是不是傻呀？我不傻，我做神仙这么久了，在天庭大家也都知道，我也仙中龙凤啊。此次下凡，免不了受到尘世间那些凡尘女子们的卿卿我我、唧唧歪歪啊。想起来我都好烦的，所以还请仙子替我了却心愿。好，我成全你。
看着瞧，这不都是真的吗？连官府都办不到的事情，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做到？哎，说不定是个神仙。我可不是什么神仙。恩公，恩公，哎呀呀，不敢谢救命之恩！起来！小和尚，你要修这桥啊？正是啊，这个桥啊害人无数，我一定要修好它。就凭你这小身板啊？当然不止我一个人呐，我还有个徒弟呀。悟空啊，悟空！哎呀，悟空不要空蹬啊，用力呀！其实啊，那天在断桥上救你的人是他。感谢救命之恩，感谢救命之恩。空，你快看！师傅，这个桥那么危险，咱们还是走别的地方。哎，你说什么？快去救人啊！你怎么不去啊？那么高，那么危险，你让我去，是吧？师傅，我知道我去行吗？快去啊！乖呀，听话，快去啊！快去呀！想不到二位大师如此宅心仁厚，真是辛苦了。千万别这么说啊！这个啊，对于我们出家人来说也是一种修行，对不对，悟空？师傅，我们已经走了7749天，到现在还没走出五指山，咱们到底还去不去取经？当然要去啊，但是桥也是要修。乖听话，再去弄点木材来。又让我去啊？我不去。有点弯。不要摔倒啊，慢一点啊。休息一下。以前，我以为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。有一天，他会踏着七色的云彩来娶我。可是我猜中了这开头，却没猜着这结局。你说什么？可是如今，我只希望我的意中人可以做一只暖猴子，算准我每个月不舒服的那几天，然后踏着七色的云彩，带着暖宝宝来照顾我。你有美柚 APP 就够了呀。什么意思啊？美柚 APP 准确预测惊喜，及时提醒，还有非常温馨的喝水提醒和各种健康小贴士哦。美柚确实比你还要贴心。悟空，你个死和尚啊！大晚上喊什么喊？回呢？来抽，别抽了啊！悟空，孙悟空，过来，过来。谁呀你？啊，那么晚了不睡觉？你让我过去我就得过去，是不是？你以为你是玉皇大帝是不是？
玉帝哥哥，哎呀，我好想你，好想你终于来看我，哎呀，乖。哎，你不是专程来监视我的吗？哎，话别说的这么难听，我可是专门来看你的。啊，真的吗？这么好啊，这么感人啊！玉帝哥哥，我很听话，很乖的，按你的吩咐，我认那个臭和尚做师傅了。我都看到了，而且刚才我叫你悟空的时候，你立刻就醒了。看来你已经习惯了新的身份，获得新生的感觉一定很好吧？好个屁呀！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你知道每天耳朵边听到至少2万次“悟空”这2个字的是什么感觉吗？2万次，这叫做生理反应啊，老大。慢慢习惯就好了。你要多想想好的一面。你看这人间，天大地大，此刻凉风习习，这不比那单房敞亮，凉快多了吗？爽啊！太爽了，爽死了！你不说这个海岛，你要说到这个，我真要给你掰扯呀！玉帝先生，为什么这和你之前说的好像不太一样呢？想要活命，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要你使用孙悟空这个身份，护送一个人去西天取经。这个条件对你来说百利而无一害。首先，待遇优厚。你不用马上去死，而且还可以获得自由。我想，就凭这一点，你应该马上会答应我的条件吧？这一路去西天取经，横跨数万里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公款吃喝，公费旅游啊！最近天庭管得严，这一项取消了。要不是任务特殊，这么好的差事，怎么可能落到你的头上？这是多难得的机会呀！西天取经一路这么美，你就不想去看看吗？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。好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孙悟空了。对呀，我说的没错呀，有什么不对吗？有什么不对吗？这简直是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区别，好吗？你之前怎么跟我说的？你跟我说的时候分明是那样的呀。没想到你也如此好色，这个叫普度众生啊，懂了吗？来，这个搞。结果就是这样的。走啦，取经啊，一路向西呀。你追我干什么？追他！是吧？炒一下挺好吃的，你炒一下这地瓜挺好吃的，炒一下，你炒一下。看我干什么呢？是不是我长得很漂亮呢？悟空啊，
你饿了就吃嘛。你是不是生气？是不是嫌得太小啊？师傅和你换啊，这个大。我知道你辛苦了，要多吃一点。喂，你有没有同情心啊？你居然还笑得出来啊？我笑了吗？你看你就是这样，总喜欢脑补太多东西。当初我哪有说的这么具体？这都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。哦，你终于承认了啊！你故意隐瞒了关键信息，你。我隐瞒什么了？他呀。你跟我说过他是这么麻烦的人吗？不，他不是人，他是只苍蝇，整天婆婆妈妈、唧唧歪歪，打着行善的旗号多管闲事。他以为他是朝阳群众，还心疼大妈呀。还有，我头上这个箍状物体是什么情况？为什么我会戴上它？为什么戴上它就摘不下来？为什么它一言不合就念紧箍咒？很疼很痛苦的好吗？是不是你干的？是不是你干的？那金蝉子已转世成为唐僧，孙悟空则被送至五指山。他们日后定有机缘再次结识相遇，之后就是二人的造化。玉帝又何故叹息？只是那妖猴毕竟野性难驯，我担心日后他再生出什么祸端来。玉帝是担心唐僧治不住那妖猴，这有何难？我可将这个金箍赠与唐僧。此法器见肉生根，如那猴子不听教诲，唐僧只需念诵咒语，金箍收紧，所带之人就会眼胀、头痛、脑门接裂，自然就会乖乖听话了。哦，如此甚好。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哎，不过你这个金箍还是蛮好看的。做工精细，五金绝对上乘。反正我不管啊，我呢这个事绝对不会干，而且我也再不想见到那个人。一说他倒一肚子火，我这个小暴脾气我上次就跟你说过了，你这个猴子，你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生，要么死。当然是生啊，但现在比死还难受。那可不一定。我要活，我要活！好，好。我真是太糊涂了，太久没用仙法，竟然弄反了。这下你体会到死了，死很容易，难的是生。想要活命，那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你要保护唐僧一路西天取经，是你唯一的救命之路。你好自为之啊！悟空啊！悟空啊！悟空！悟空啊！哎呀，悟空啊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你是不是得了梦游症？你怎么？你不舒服？哎呀，你是不是冷啊？我带了个被子过来，你不要害怕。我也很害怕，但是不要紧，有你在，我们2个在一起就不怕了。有没有舒服一点？哎呀，你在干什么？哎！可怜的石头君，他什么都没做，就乖乖地躺在这里，就是因为你乱发脾气，所以遭遇了飞来横祸，都裂开了。师傅，从我睁开眼睛到现在，我已经对这块石头君说了81次的我错了，99次的你疼吗和108次的对不起。我想他应该已经原谅我，我们还是赶紧上路吧。悟空啊！如果你心里面没有歉意的话，就算你跟他道歉109000次也是没用的。那你说怎么办？
我们做错了事就要去弥补。如果石头君真的原谅你的话，他的伤口就会痊愈了。师傅，你要修补这个裂缝？正是，为师听说，只要有恒心的话，破镜都可以重圆，更何况是坚强的石头君。哎，这个话怎么这么熟悉呀？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行不行？悟空啊，你可不可以认真一点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为师在帮你争取石头君的原谅，你不要那么多话，赶快给师傅找3朵黄玫瑰来。我上哪儿给你找黄玫瑰啊？你个死和尚！悟空，你不要骂脏话。还有，我是一个和尚，但是你可不可以不要在和尚之前加一个死字？而且你也是一个和尚，如果我是死和尚的话，那你也是死和尚。还有，黄玫瑰赶快去找，不要那么多废话。知道为什么吗？黄玫瑰的花语是对不起，你亲自去摘，亲自来送，说不定石头君就会原谅你。师傅，你的想法真的是太好了。但是我请你睁大你的眼睛，好好看看四周，除了树就是草，我上哪儿给你找什么玫瑰？我不管，容易找就不对了，就是因为不容易找，才能体现出你的诚意。你的话怎么那么多？快去！一定要去。你不去，我就不走。行，那我去。快去！悟空啊，不要用法术，显得没诚意。啊，